珠金爬作為廣州嘅 CBD 核心，每次有住宅開盤咧都會引發行業嘅轟動嘅。嗱，上個月咧5月份，保利仲帶嚟咗佢哋嘅拳頭產品天字系頂級組團，呢個就係保利天翼啦。今日就由我帶睇下裏面有幾正。項目地處琶洲 CBD 嘅核心位置，各條新港路就係琶洲會展，而作為全廣州第2嘅 CBD，產值毋庸置疑。外邊係繁華 CBD， 裏邊則係精緻園林，步入88米嘅氣派大門，迎接住你係市場罕有嘅 2.5 超低容積率社區。而且整個項目無論面積大細都採用獨梯獨戶嘅設計，更採用南低北高純南向板樓設計，保證南北通風對流。而首次開放嘅實體示範區，更能令你率先體驗業主嘅會所設施，有可以同老友嘆茶嘅茶室同埋棋牌室。仲有足夠容納16人同時聚餐嘅宴會廳，等你喺樓下都可以隨時開個私宴。硬件齊全嘅健身室同瑜伽房，亦係都市精英釋放多巴胺嘅好去處。除咗室內專用，當然仲有室內嘅恒溫泳池啦，而且係標準25米嘅尺寸，保證每一位業主隨時都可以落樓暢泳。如果你中意打波，呢度亦為你準備好高規格嘅室內球場。教練，我好想打籃球啊！150米超長景觀中軸，配合處處都係高端石材打造嘅園林，住戶大堂更採用10米挑高度假式酒店設計，令翻屋企都更賞心悅目。而家就上去睇下你間新屋吧。Well， 呢個咧就係上次爭崩頭都要買嘅百二方。咁呢個百二方榮到底點出彩呢？今日就帶你睇下啦。首先百二方做到4房，啱啱行出去嗰度咧就係一個父母房嘅空間，而且大廳你見到呢個係冇改動情況下都有咁大嘅尺度。同區片我諗真係得呢度有嘅設計。120方板樓結構，專梯專戶，南北對流，仲有喺琶洲嘅核心區域，正。等等 ，Welcome home 嗱，喺玄關啱啱行出嚟嗰個位置咧，就係工作陽台啦，亦都係佢哋嘅洗衣間啦，同埋咧廚房呢邊咧，其實同大廳亦都係形成一個對流嘅。畢竟咧，成個保利天翼嘅榮咧都係板式結構啦，專梯專戶，亦都係南北通透。嗱，而家板房咧就將廳同埋呢個房咧做一個打通嘅設計啦。成個大廳你見到8米嘅超大開間，當然都係南向，所以咧呢個140方嘅空間戶型尺度，你應該中意啩？140方能有雙套房設計，全屋牆體更用高級木材包裹，主人房更有圓弧環形景觀窗，增加採光面。而講到專梯享受，就不得不提樓王嘅190方4房戶型，流動位於園林中央位置，坐擁前後雙景，想買大平層嘅你都值得嚟睇下。Well， 呢條咧係幫你慳咗3球嘅驗資視頻，因為呢個咧就係保利天翼嘅樓王190方嘅戶型。呢個戶型嘅尺度當然空間係更加大，而且因為豪宅亦都俾到你更高嘅層高，3.3米嘅超闊空間。最緊要咧成個大廳而家見到超9米嘅大尺度，當然啦，板樓結構，南北對流，雙套房亦都係呢個戶型嘅最大優勢，喺同板塊絕無僅有。同樣有雙套房佈局，而主人套位更擁有270度嘅全景觀設計，相當震撼。呢個主人房真係舒服㗎。作為89方戶型啦，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尺度當然足夠啦，而且低於新規，亦都用咗保利呢種招牌嘅環幕式圓弧大飄窗，做到真正嘅270度採光面。當然啦，床區位置放 king size 大床完全冇問題啦。而我中意咧就係佢呢個真正嘅步入式衣帽區，見到兩面咧嘅大衣櫃，中間呢個除咗可以放梳化，亦都可以做個中間島台，可以俾男主人放下佢啲靚錶，女主人放下佢啲靚袋。保利天翼實體示範區已經開放，我就簡單介紹住咁多先，因為親身感受體驗更佳。更多詳情歡迎私我，最緊要關注我賬號買樓有質素。